来继续来看新北市毛未少地动的灾情，像新店的安泰路有8间厝斜落，原本停伫路顶的车嘛对咧落落去，加在13个住户拢平安。 大片土石含钢筋管线规个看现现，几若卡盆栽东倒西歪，大路出现关节差，车辆若会边仔去，有个扣土石砍体。就觉得哎呦摇的这么厉害，我还是不要过来。哦，我这么一看，头都大了，很危险呐。对，因为也是地震很严重啊，然后我们都跑出来看呐，要不然怎么办？里面都空着，都没有人，还好。新北市新店安泰路今日透早受到地动影响，和8间厝被落去土脚底，画面看起来是真恐怖。消防人员接到报案，随赶来到现场，交代13个住户全部撤离，无人受伤。新北市长侯友宜马过来到现场视察。有13户因为这一次的地震坡地滑落，有立即性的危险，所以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把我们13名的居民立即撤离到我们的饭店做好安置，同时也请公署以及我们的土木技师到现场来查看。地动摇甲真大力，各地传出真侪灾情，路边严重受到损伤，厝嘛受到真大影响。不过好在人平安无事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